爷爷我走了，得上台儿。好，孩子。爷爷，我们去哪里？去干活。你看孩子，有人干活，我们快的，人家打完了。好，爷爷，待会儿我们这边开始打吧。好。台儿，来喝保命。要不他干嘛吃的？爷爷喝。Rakip tekrar.爷爷走了。大西，活也干完了。昨天说好的鸡呢？哪个鸡？我忘了。老说来，昨天晚上鸡呢？哎，昨天晚上的。哎，好好，快走去抓鸡吧。哎，啊，怎么会？大爷，抓别的吧，抓别的。我忙哎，就这几个。这个我们3个人吃不完。哎，是，是。台儿，快加个火！好。爷爷，起来起来，饭好了。来，爷爷吃吧。爷爷，这个东西说的太好了，刚刚你吃好。啊，那一个多比一个。你每天请我这样吃饭，我天天给你干活。行行，那就你吃多一点，他也来，是对。爷爷，来吃肉吧，来吃肉。啊，好的，是好好。孩子，这个哪来的？
这个嘛邻居给的邻居。